姐，在座的兄姐，咱会使先用祈祷来开始安静咱的心。安静咱的心，求圣神引带咱。互咱今仔日敬拜，真做伊所欢喜的祭。主上帝，阮真欢喜，搁来到你的殿院，阮要唱歌，学落你的圣名，因为你为阮所做的是大搁奇妙的代志。阮真欢喜，圣神的引带，阮有得平安，有喜乐。阮搁愿意伫今仔日分别做成来到你的殿院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圣神引带阮所做的一切，真做香香的祭，是你所欢喜的，献伫你的面前。或是忧伤，或是艰难，阮拢相信主你为阮开路，阮全然的交托。你要听阮的祈祷，你爱阮，甲你亲近，无甲你相离。阮真爱伫你面前，安尼求你引带阮。感谢你是我的牧者，互我通我靠。感谢主，你做阮的牧者，伫我的对敌面前为我摆设恩赦。你愿意我的杯满满有你的福气。阮真感谢你这款的恩典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逐工的引带，阮平安，阮心有所靠，有所倚靠。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圣神引带，互阮听你的话，听话明白，知你的诫命，会当谨慎来遵守。主，搁一摆交托伫你的面前，阮将阮的心思意念交托伫你的面前。感谢你甘答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姐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，咱分别做成，伫遮来组织敬拜，学乐咱的主上帝。愿你甲你的边仔兄姐安尼讲平安。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、学乐主上帝。求圣神引带咱，亲近伊，活动来归应伊。因我亲近你，永不离开你，尽我全然交托给你，听你说我是你朋友，你是我所爱，你是我所爱。相遇，世上无一能取代你。我感受你温软拥抱，因
暖拥抱。求你引导我回转向你，是我一切，你是一切，我心所爱，心所求，你是一切，我知你临近。感主基督讲，叫你引传我，互我亲近你。亲近你，永不离开你，请我全然交托给你。听你说我是你朋友，你是我所爱，无人能相比。世上无一能取代你，我感受你温暖拥抱。求你引导我回转向你，你是一切，我心所爱，心所求，你是一切，我知你临近。你会使大声三个，甲主讲，你是我一切。你是一切，我心所爱，心所求，你是一切，我知你临近。搁一摆大声宣告讲，你是我一切。你是一切，是我心所爱，心所求。我心所爱，心所求，你是一切，我知你临近，我知你临近。主，感谢你为着阮手术圣囝牺牲十字架顶流宝血，要洗阮的罪到清气。阮真欢喜，就近耶稣来得到伊的医治，也得到伊的平安。感谢主，因为十字架的疼，互阮罪得赦免，得清气。因为十字架的疼。主你辛苦替我受着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实在等等我的忧愁，关于等等我的艰苦。是你手臂把我的
点，宝贝为我来流出。辛苦的我受着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实在等等我的忧愁，我的等等我的感觉，是你手里把我的咱得到伊的喜事变化，咱得到平安。我的平安，甲出国，我愿意愿当到你面前。我等到你面前，我要见着伊的甲平安，伊的甲平安，因为是在这最后的下面，因为是给娘，因为是给娘，因为是给娘，我把你牵去，因为是给娘，伊的家平安，因为是给娘，最后的下面，因为是给娘，因为是给娘，因为是给娘，把我的牵去，因为是给娘，把我的牵去，因为是给娘。感谢主上帝，因为是一个囝，咱得到帮赞，有通瓦靠。因为伊是咱的牧者，咱无欠亏。惊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咱起立，同齐来学罗伊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亏一件，予我倒伫青草坡，带到安静水边，伊予我灵魂净净，带我行伊的路。
耶稣堂课真正好，踮伫个做话，踮伫个英文内底，能够福气无限。是个耶稣真正甘甜。咱的误会本身就会离开，因为得到耶稣就会得到一切。信靠耶稣确实甘甜，有悔本身就离开，得到耶稣得到一切，我命喜乐甲安享，感谢主将我心靠你。你是我一好朋友，我亲亲地甲我同在，对一生的到永远。耶稣耶稣和你可可，你日子数见面。耶稣耶稣宝贵耶稣，让我信心那坚固。感谢主在我心可你，你是我一好朋友，我亲亲地甲我同在，对一生的到永远。耶稣耶稣和你可可，日子数见面。耶稣耶稣宝贵耶稣，让我信心那坚强。感谢主，咱有耶稣通课真正是好，咱有耶稣通课真正是甘甜。主感谢你，主耶稣感谢你，你做我至好朋友，互我通信靠你。我深信你若甲我同在，我就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活命伫阮中间。感谢你阳光照阮的生命，互阮看见阮所地地所处的环境，伫阮即马现在的环境内底，你互阮看见，主耶稣，这是你掌管的世界，这是你掌管的所在。阮无看环境，阮愿意专心来相信，阮愿意专心来信靠你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耶稣做阮通活靠的帮站。主，感谢你引带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所做所献，阮的敬拜，阮的婀娜，要正做芳芳的祭到你的面前，愿你感答，也开阮的耳孔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的心热暖，为知影你的改变，你的话会讲。伫阮的中间，伫阮的心内，做阮路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帮助阮伫生活，伫所有的行踏，拢是你引带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听阮祈祷的主，感谢你听阮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即是咱来信仰个别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。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，阿免。即是咱来启用，启用部分41篇诗篇，以赛亚书第9篇，即是咱三角的启用。今日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。伊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亲像在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缅甸的军队迄日，放断因肩胛头的棍，侵略者的军鞋，搁抹着灰的军服，因为有一个婴仔要为咱出世。伊要负担国政，贤明的教师，永远的天父，伊的主权无穷，伊要做代表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的事，即是。听先国条的学了，今日要学的是至悬至大的君王。
也归咱主上帝。这是咱的宗头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7节。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7节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像迄日学生中有人去一个乡下，名叫摩押，离开耶路撒冷25里，因三角谈论所经过拢总的事。因伫约旦的上的时阵，耶稣本身挖掘因，甲因三角行，因两人迷目，志未到，伊对因讲：恁行的时阵，伫咧辩论是啥物话啊？因就徛地面带忧容。伊要证道是真别主。灵园嘅弟兄大家平安。我足久无来，总是看到咱教会有改变吼，有改变。恁感觉改变啥？啊？信歌队吼吼，我看新的款的，我认真甲看，讲是毋是洗了的吼，佮毋是新的吼。啊，不过上电梯起来是看到，吼，外口有一个咖啡厅。迄真好，迄真好吼！啊，看咱的周报讲，迄会当诚做小组所在，这真正真好吼。其实教会是一个诚做人爱来的所在。最近是因为有改变吼，就是大家拢去教会偷摕物件。英国嘛是安尼哦，英国原来因教会拢开24点钟开去，啊，你若想要认捌上帝。要含上帝交陪，会当入去内面坐，踮遐祈祷，啊，要忏悔认罪拢会使。啊，后来内面的物件拢会无去，吼。上届出名的，就是个电影叫做《孤星泪》，孤星泪恁会着吼？迄个头摕大册叫做《Jambar Jam》吼。伊讲迄落。即个天主教神父做好咧，啊，甲收来去互食饭，食困到一半吼，讲从礼拜堂2支蜡烛吼，伊怎啊摕1支走安尼吼，1支走。即摆还袂进入讲道，你免烦恼吼。摕1支走了后吼，伊出去警察就甲讲，你即间吼对工学单出来尔，啊，你着随去人偷摕物件，啊，着甲掠来神父遐。神父怎啊甲讲白贼啦吼？有当时白贼嘛会当造就人嘛袂歹吼。白贼毋通欺负人，毋通为着家己的利益，这点是重点哦，重点。伊怎啊甲警察讲，无甲迄个严某佬这样讲，啊，我着2支蜡烛要互你，你较会摕1支去尔。哦，迄个警察怎啊放开？这个代志改变这个严某让一世人的生命，一世人的生命。后来伊认真趁钱好业，佮将真个钱捐互教会，捐互学校，帮助人。所以咱咧做代志是，你若要讲白贼话，你着会记咧伫上帝面前，是要造就人，毋是要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毋是要消贪，消贪会安怎？软剑，哦，恁足巧诶，你看，哦，随知影吼。因为我看到咱有改变，所以我头仔用这做甲咱三甲对话吼。搁一个改变是啥？圣歌队徛头前，互我看，毋是互我看啦，互咱看吼。这嘛真好哈！我讲互我看，恁若拢袂笑，对毋对？吼，毋着了为呼应咧吼。我感觉真好。吼，虽然遮会下啊，遮人拄啊足好啊，吼，足水啊，唱歌真好，吼，学了上帝吼。其实咱头仔敬拜上帝真好，像诗篇23篇，即恁今仔唱的迄是我头一遍听到，我爱迄个谱。诗篇23篇足侪调你毋知？啊？哦，毋免啦，你调我就好啦。这是附带吼，这附带，因为恁会回应，所以我就附带互恁听
听着我物件吼。一个老人甲一个少年家囡仔吼，伫遐咧钓鱼啦吼。啊，迄落，即个囡仔甲大人讨鱼安尼吼。你想讲即个大人安怎讲？啊？伊讲你这个硬讲，我即人鱼要互你，你无爱，啊，你爱即个钓竿，吼，啊，钓竿要怎路用？你也不要钓鱼啦。总是伊问即个囡仔，巧的人拢问别人，因为伊毋知影即个囡仔咧想啥啊。咱拢作狗，拢讲我咧想啥，所以你着爱想啥。结果到尾拢出问题啦，拢出问题。伊甲讲囡仔啊，无你是安怎较要即人鱼啊？伊讲我即人鱼哦，摕来卖，我着当买足者钓竿，有巧无巧？啊，足者钓竿，着足者人替我钓鱼，钓愈济，我着买愈济钓竿。啊，咱以前听着就是讲，较巧的着爱是有钓竿啦吼，有钓竿。啊，有诶作结诶吼，作结有当时也袂歹呢吼。钓竿若钓到长面啊，对毋对吼？不过这是互咱知影讲，这个世界，咱着爱一直成长。人捌主诶结论然后先讲啦吼，啊后壁佫讲，就是要互你诶心思意念一直变化，是愈来愈好。互你诶心思意念，互我诶心思意念会愈来愈好。若毋是愈来愈好，讲1000句10000句诶白话拢无路用。若毋是要互你愈好，互我愈好，你认捌耶稣嘛无啥路用。吼，啊，这是咱诶主题，和咱主题有关，所以我才用这一时间甲咱分享啦吼。这互咱知影讲，咱诶教会变化，你若认捌上帝，认捌主耶稣，咱诶教会，咱遮伫遮聚会人会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。变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你有一日拄着耶稣的时阵，伫迄边啦吼，伫迄边移民出去安尼吼，啊手续都爱办好势吼，毋通手续办毋着国旗吼，啊着作废去吼。好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因为伫生命中间，你互阮有机会通认捌你。那互阮有机会通用阮的心来学乐感谢，也是做奉事的工。主，阮知无论阮做甚物事，你拢要成做阮的快乐，毋是为着要荣光阮家己，乃是要互上帝你的名得到荣光，互迄个荣光成做真侪人所喜爱羡慕的所在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有一款的快乐，重新起造阮的生命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。阿免，台湾话真奇怪啦吼，这袂使怪咱每一个人吼，因为我有受台湾的训练，你有受台湾的训练无啦吼？我读新学院要毕业一定得爱台湾话会晓讲啊足清楚，平均得爱80分以上才会当毕业，若无袂毕业，迄足侪同情啦吼，我讲起来你会惊。若无通过补考费100块，100块你即满无啥吼。迄个时阵补考费100块，安怎考？圣经摕起来，迄阵老华语牧师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你较早可能袂讲迄个作息互你念啦吼，你着圣经摕起来。所以，阮迄个时阵有阮的学生哦，同学爬去台顶，咱拢知影台南新学院有迄个讲台吼，啊，阮拢坐伫下骹，啊，老华义牧师也坐伫下骹，啊，伊甲你讲对一个圣经章，你着掀起来吼，掀起来，啊，着开始读，啊，有人着读耶稣教死人安尼吼，啊，下骹拢咧笑，啊，伊嘛毋知影人咧笑啥啊，啊，后来才知影讲。读了毋对，耶稣教死人，毋是教死人啦，吼。啊，即摆佫佫另外，迄无上人啦，吼，无上人。佫一个讲，撒玛利亚甲犹太无往来，啊，下骹着随甲讲有关庙有啊，关庙有，啊，伊着知影佫有读毋对呀，对毋对吼？台湾话真歹读，真歹读吼。啊，所以阮着经过训练。第二个啊，我讲啥物，老华语牧师讲，我讲啥物，你随写出来。
写白话字哦，写白话写出来，哦。所以我有经过训练，毋是我较敖啦，因为无法度啊哈，无法度的度，因为要做牧师，就爱经过遮物件。啊，所以人咧讲台湾咧讲无啥正确，我袂感觉安怎。咱若当做笑话就好吼。包括足厉害，咱中间可能有人捌的，叫做倚天树牧师，吼，有个人捌的吼。加拿大宣教师的台语比咱的人较好，伊读白话圣经，读了真水。虽然是遐那好，嘛有笑话啦吼。一边外国人来，啊，因嘛伊外国人啊，所以听了足顺序啊，啊，请伊翻译台湾话啊。啊，有一日就拄仔咧翻译的时阵，有台南新来礼拜堂，伊讲有印度教啊，下骹的人有个人捌听有啦，吼听有。正式就是印度教啦，爱讲印度教，下骹的人咧笑，啊，人的敏感度就爱，人若咧笑，你免受气，你想讲你拄则讲是咧讲啥，一定有啥物问题，啊，伊就随敏感就讲，对啦。毋是印度教啦，是印度教啦，哈呢。所以咱的台湾话真正真特殊啦，吼。啊，我讲遮个物件是咧讲，咱都爱继续学，你才会更新。你要煮嘛是安尼啦，都爱直直学。譬如讲，今仔的主题叫做啥？啊？金捌煮，捌吼。啊，因为你无看到即个字啦，吼，你无看到。啊，我即个字安那，我着爱拍白话字找即个字出来。我袂波摸佛啦，哈，佛来佛去，佛了拢袂准安尼啦，吼。我拍白话字，因为我拄则讲我受训练，啊，臭拄看有人讲用白话字来拍汉字足好，哦，较早拢无，啊，因太侪人咧用啊，啊，人咧巧诶人，伊着爱设计，即摆会当安尼。所以你若学白话学了之后，你会当用白话字拍汉字、拍白话字，迄个注音拢爱做出来，拍客话拢会当拍，拢会当拍。啊，到迄款迄个原住民话，你嘛会当拍，吼。有人就佫讲一讲，啊，拍了会静起来袂？这是台湾的无相像的所在，吼。毋捌台湾的人毋知影讲拍，若拍了有哪会静起来？啊，总是咱讲拍字嘛，对毋对？所以有足侪用途。你若真正捌主耶稣是读的时阵，你有限有真侪方法通好用这物件，用圣经的物件来帮助你的生命成长。你若袂当用圣经加做你生命成长，这本圣经是白纸写乌字尔，无啥路用，吼。总是留兄弟姊妹，这本圣经是世界上较出名的。上界侪人翻译无相款的语言的一本册，嘛上界侪世间人咧用的一本册。啊，总是咱大部分的人吼，我若无即摆安尼甲你讲，你可能讲啊，即本我看着会啊，看华语我看着会啊。你毋知影迄本华语甲你翻译安尼是偌济人的心思一直咧想的。比如讲，咱拄则读迄款新的翻译的吼。新的翻译嘛有好嘛有问题所在啦吼，袂要紧吼。就是讲，伊为着要互现代人较知影咱的生命甲遐诗歌有啥物关系。旧的圣诗的水的所在是啥物？因为伊是诗，啊，你若改遐字哦，改了哦，就袂正做新诗。新诗啥物意思？你毋知？阮有一个朋友，老店的朋友叫做颜信新牧师。阮就甲讲，啊，你最近较会无写过新诗？啊，伊就知影，新诗就是诗人啦，新诗就是诗人啊。你若台湾人捌的，你就知影讲咧新诗是讲诗人。啊，你若毋捌，就是讲啊，都苏牧师咧讲的，大概袂讲诗人啦，拢讲迄个诗歌的诗啦，吼。现在台湾的这样水。就是咧讲起，你着爱捌，你着爱学，我着爱捌，我着爱学。平常我拄则甲咱讲，诗篇23篇，我足知影足侪诗，我今仔头一遍这是无像的物件。啊，我着随着爱甲讨啊，我袂讲安好啦，我着听着就好啊。
我嘛倒来学，倒来学这首诗歌，学到我会晓背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我生命，你讲捌耶稣是咧捌什么？捌耶稣有足侪方法啦。古代天主教都是安那修道院，吼，去伫山顶啊，你袂使会当去到迄个所在，足歹去啊！哈，上帝我有机会去耶路撒冷，啊，看到迄千国的内底、山国的内底，爱着修道院去伫半中。你袂当去修道院，想要烧出来食鸭肉啦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就关伫啊！吼，古代还佫有到沙漠，因为行世间是引诱，所以我到沙漠那，我袂当看到物件，我袂当想食的，我着想办法甲上帝交配尔定安尼，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。现在新妇伫修道院以外，安那到伫世间。啊，其实这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甲我讲的，你着爱出去普天的传福音啦。耶稣入山修行，毋是要为着踮遐爽快，踮遐讲啊，我甲偏僻交配，毋是，就是要为着落来世间。咱真人捌主，教会要变做啥物？当然，今仔要讲起两种入捌主的方法。通过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哦。迄两个少年，耶稣学生哦，讲两个足近啊，啊耶稣忽然间伫伊边嘛足近啊，足近到有啥路用？无啥路用。世间上较会近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就是咧示威啦吼，规外群人去，啊你隔壁迄人你嘛毋捌，有可能有诶捌，你诶朋友做伙去，吼，招好朋友来，啊要死做伙死啊，对毋对吼？你若咧看人头前的人先走，你着爱闪边啊！带队人知影什么时阵着爱离开，总是大部分跟示威的人毋知影，毋知影。所以你毋通替人甲对人去黑白示威吼。迄路安尼行，你走袂离，走袂离。头前的人知影伊咧出来，知影哦有危险啊走啊，后壁人还好戆戆伫对。你捌一个朋友，你爱含伊同行，总是含伊同行嘛，无一定会捌。哦，人甲人中间，毋是干那讲距离的问题尔尔。即马最近已经用到你有手机啊嘛吼，手机啊，啊手机啊会当甲美国、甲英国、甲德国讲话，虽然距离真远啊，总是你利用即个科技的方法，会当甲你的好朋友对话。哦，有一个牧师嘛，伊的孙仔走奥地利啊读册安尼，啊，这牧师嘛当然年岁较济，袂晓用手机啊啦吼，啊因媳妇就摕手机啊用看，啊甲因孙仔踮仔对，哦看到种哦，佫看到人安尼啦吼，啊看到人因迄个孙仔吼，脱目摕伫厝内啦吼，啊看去吼，伊摕着手机啊照伊。后壁佫是迄款啊，有说啦，啊，即个牧师嘛，都无即款惊讲，啊，你毋着看穿衫，规个拢落雪，一定足寒诶。伊毋知澳洲哦，你踮厝内哦，毋免穿衫嘛，袂要紧，因为啊，因为有烧气，用啊足烧，你烧啊烦济，你食力咧，吼，啊，伊看着讲，哦，佫有即款代志，可能毛顶落到我吼。若佫加活几档啊吼，咱看到遮物件，少年咧用，可能咱拢戆去。就是意思是讲，世间咧进步，啊，你我诶生命甲咱诶心有咧进步啊无？啊是还佫留伫迄个所在。咱甲耶稣同行，有亲像即两个学生，含伊做伙同行，啊，佫毋知影伊咧讲啥无？哦。那照圣经伫读啊了，你就知影讲，即两个学生到耶稣嗰咧爬饼，伊较想着啦吼。啊，含伊行几步久拢无咧管吼。啊，今仔咱读圣经到尾，敢若一站仔，讲伊咧你拢咧创啥？你咧辩论啥？因讲两个怎啊徛咧安尼，嘛毋知影讲耶稣伫遐搭。所以人甲耶稣做伙同行是重要的事。
总是行了到底捌啊毋捌，这搁较重要。哦，夫妻敢无拢常常伫家庭的中间同行，总是有诶夫妻同行无作熟悉，无作熟悉，毋是讲因无做好啦，就是讲听无啦，听无。伫生命中间，这两个学生果然是听无耶稣咧讲的，所以讲徛伫安那面带忧容。一个真捌耶稣的人，伊开始的生命会对忧容、面无好看的中间有笑容吼。啊，其实我拄则看这圣歌对一个唱歌吼，有诶有笑容，啊总是吼，我感觉讲迄个指挥也无咧唱歌，较伊怎啊口罩绑落来安尼吼。啊，恁咧唱歌的人暗调拢无爱互听，奇怪咧，足奇怪，我听无，我看无咧，我真正看无。当然其中有人有绑落来吼。咧唱的时阵会笑容，我感觉咧唱歌就爱亲像我安尼，啊无人听无啊，吼。现在牧师咧讲道都爱捌个，因为通过迄个讲的吼，真正有查到物件，有诶袂清楚。啊，我若搁讲较紧的吼，要我食力，我若像少年，哪像机关枪离手吼，要我食力。所以讲道唱歌照顺序，讲道速度爱慢。你若咧和人对话讲话。伫遐念咖啡的时阵，有人讲话爱慢，因啊，互对方会当听了会通合你互动。即两个少年哦，耶稣学生哦，可能敢若直讲吼，无咧听人讲啦。耶稣咧甲讲，伊嘛无咧听啦。所以讲啦，目睭就黄啦，毋知影这是耶稣。啊，你若无相信，你有一遍拄着朋友，你直直甲讲，伊咧讲，你拢莫听，一直甲讲，到尾伊会受气哦。会受气，因为你毋知伊咧含物，你是含物对话啦，吼。可能你的朋友无爱受，伊怎行喺边仔，互你家己踮遐讲就好，吼。你家己踮遐直直念一个讲啥，精神好呢，医生若来讲，啊，这小可有精神病，家己踮遐直直念，吼。头仔我有即款感觉，我看到遐少年哦，换行换念，换行换念。结果我较知影讲，伊斗耳机，手机咧含人讲话，总是你若无，你就看伊都无安那，直直行，直直念，直直行，直直念。讲即个少年最近是安怎发生啥物代志安尼？即两个人可能就是安尼啦，都敢直讨论，咧讨论耶稣的代志，耶稣徛伫伊边仔，伊毋知影。所以每一遍你和人做咧行路的时阵，你着爱知影。你边仔是甚物人？人甲人中款啊！我知影少年人若含做咧行时阵，拢手牵条条对无吼？其实对我来讲吼，我较早就感觉，会当年老两个手牵手咧行路上爱水。毋是少年间，少年还未结婚牵较济啦吼。若结婚了牵较少。总是实在人，抑阁咧牵毛笑话呢。阮有一个朋友吼，人甲问讲：你开拢牵手牵条条？伊是咧讲笑啦，总是这嘛，互你含我来思考。伊讲头一趟，伊讲啊足好听。头一趟伊袂乌袂乱走，车足危险，车足危险安尼。大家感觉伊足关心嘛。中间莫讲到尾来讲，我若无牵条吼。伊拢看到什物物件就买啊！兄弟姊妹，做一项代志有足侪说明的方法。你的心是啥？你甲这人三甲做伙同行，三甲这人做伙行一段路，你捌到偌济？正常来讲，就是行愈久，应该捌了愈清楚，会当伫迄个中间互相相支援。最近我嘛拄着教会真侪只好朋友，拄着过身的代志吼。上届年轻的我拄着是中央同学阮的学生45岁，东门教会吼，即个少年牧师来，毋知影讲靠，迄一礼拜5、6场的个别式，逐礼拜逐日拢有安尼吼。即个拄我的学生，所以讲无你甲主持安尼吼。45岁尔，
最近佫有2、3个拢是58岁，开拄仔拢58岁，我咧讲笑讲，最近咧钓58哦，你若58爱张持哦，嘛有56个，所以人的性命伫上帝手，真正伫上帝手。怎样伫生命中间甲耶稣同行？你什么时阵要帮我做即项代志？帮我做即项代志，我欢喜。2礼拜前我看到一本册，迄本册讲10赞10赞撩腿10赞。伊讲人出世的时阵是上帝将迄灵魂怎对一赞一赞落来了后伊怎10赞怎收起。所以你就无法当倒转，袂当随便倒转去。咱为着要捌上帝，要倒转迄个所在，咱就真努力拍拼。无相的宗教拢努力拍拼，总是若照迄本册所写的讲，到有一日上帝来牵你的手，你就倒转去啊。中间无撩腿啊。当然，迄撩腿有10项，有写10项，其中一项就是天甲地、谦卑甲骄傲。10项啦10个撩腿。即个10个撩腿，就是你我爱三甲落力的所在。天甲地中间无撩腿，因为手断去啊。其实我看到即个书的时阵，我就随时想到圣经有一个故事，有撩腿的所在，圣经敢若一个所在有，什么所在？雅各的故事。讲伊看到撩腿啊，天使踮咩行起行落，对毋对后来就无去你我生命其实拢伫上帝的手啦。是啊，有人出世无偌久就过身。我若去墓地咧看阮老爸老母的时候，我拢常常搁爱去说啦去说。墓地一个上届聚会是女的103岁，最近可能搁较济啦我因为我无时间讲一个，迄都要一个去巡呢上届少年的大概是3月1。若3月1，迄是教会人才甲撞啦。若教会外口人讲这夭寿都清清彩彩教会人毋是，这是上帝所赐的生命，上帝要甲守断，我嘛是都爱甲纪念。伫咧讲甲上帝同行，甲耶稣同行，咱的目的是捌伊愈深，咱的生命就看法无相像。毋是咧批评人对甲毋对，毋是安尼亲像我拄则咧讲。咱今仔主题是啥？有人讲毋对，毋对就你毋捌拄着你若捌拄着，你就甲改过来亲像我甲咱的即个水姑娘讲，迄份破爱的话，伊讲要叫我钓鱼，我毋免钓啦我即摆都腹肚咧枵你阁叫我钓鱼，对毋对这就是讲，我爱捌，我的生命嘛，都爱一直学习。我袂当讲我食足老，我知影迄落等。毛长老面前袂使讲我食足老啦不过我若无着毛长老，我拢会甲讲少年的伊毋捌甲我讲啦，捌有比我较老我少年的。伊讲无我比你较老，少年的。我讲对，我讲你少年的我着愈少年啊。伊听听有理咧伊即摆对伊较老的，伊嘛讲你少年的安尼人的生命伫人物的中间，就是学习来。你要捌耶稣基督，都要学习来。你若无愿意学习，你就停伫难听啊！大家拢咧去，你就停伫亲像我拄则咧讲迄个牧师嘛，伊无法度伊迄年岁迄济，你讲叫伊讲手机伊嘛感觉，互伊看着手机看着因孙伊就感觉足奇怪对毋对？看着脱目地创出来，看去是拢说，后来伊知影，人遐是拢有。烧气，所以咱即摆冷气有诶好诶冷气是安怎斗烧气。你若感觉愈寒诶时阵，你甲斗台湾是实在是斗烧气较无啥效啦咱着拢热叫毋敢，搁咧斗烧气。不过着爱有装备。你若无装备，有一日寒诶时阵你着寒甲台湾咧讲个做四准啦我嘛毋知要安写，只有用白话字会当写尔。四准安尼袂定，你要叫伊定，伊阁袂定，着爱温度直直到迄时阵着定。所以认捌耶稣，其实帮助你，帮助我，
会生命愈来愈丰盛，愈无相像。我毋知影你袂啊毋啦吼，总是你可能我家己有相像，都爱反省，到底当每一遍咧认捌的时阵，伊帮助我甚物？帮助你甚物？帮助我甚物？毋是要互你感觉你足厉害、足光彩哦，毋是哦，是要互你真做帮助别人的路用。亲像迄个指挥像拄则咧唱歌像弹琴的，互你会晓弹琴要创啥？来做侍奉。中学生，我捌去主理吼，以前当然定主理啦，最近拢足久较一遍安尼吼。敢若初二就当啊弹琴，讲头仔咧弹吼，小可会惊啦，因会较济500-600个啊。愈来吼，伊愈精彩，吼。遐弹琴的人我足佩服的，唱歌的人我嘛足佩服的，吼。特别咱咧独奏吼，有限久，把练有限久，弹琴弹久，佮目睭刻刻自由自在。我讲我视你目睭，我目镜咧揣都揣无啊。伊讲自由自在，享受。你会享受到愈来愈会当食做丰盛，甲上帝交配愈好的时阵，你我生命就愈来愈无相像，吼。总是你我丰盛若诚做讲是重担，比如讲来教会做工是重担，你捌做着愈来愈远啊！你无将你的重担、我的重担交互上帝，交互主耶稣，放伫耶稣基督十字架顶，安尼就艰难啊！所以，甲耶稣基督同行，其实就是爱捌这事。第二项，要甲耶稣同行，就要注意听。注意听，毋是我咧讲你注意听哦。你咧读圣经嘛，爱注意听。毋但你咧读圣经，忽然间对一句话讲，碰一个出来，就是上帝咧甲你讲话，也是诗歌，也是弹琴的中间，忽然间对一个旋律作水，上帝通过真济无相法甲你讲话。你若注意听，你会听到真济事。你我若无爱注意听哦。佮偌大声嘛无路用，吼！有个人讲你讲话较遐细声，因为听有啊。会晓弹琴的人，会晓唱歌的人，会晓下牌的人，拢知影，是愈细声愈歹弹。歌唱甲足细声，对方还阁听足清楚，迄是功夫都爱足好呢，腹肚都爱控制会调呢。毋是凊彩讲，咱咧唱大声，若要大声上介好，就是唱啥？唱军歌，唱军歌，迄若像要反攻大陆的，对毋对吼？啪啪啪啪，安尼吼。所以军歌吼，你会看咱若唱细声，就因为感觉这个军歌无力。总是后来军中的人知影讲，毋是敢大声尔啦，吼，大声无一定上介好呢。所以当然有一句话讲大声啦。我今日像咧甲恁教台湾话款吼，大声生死，大声生死。你甲注意看世间的人，你是毋是安尼？吼，你毋通想讲中共即马大声细声吼，毋是。你来看觅，大声的人吼，毋值得温柔的人，温柔的人若像水，若像水，倒过水无痕呐，倒过水无痕。你倒敢无作命？水软gorgor这是小可的声咧，甲你甲我讲，人爱温柔，温柔，温柔袂当，毋是讲我温柔，我就拢毋捌咯吼。是你捌个温柔，这才是人会当欣赏的所在。注意听，神啊，这哪重要？那无重要哦，上帝拢无爱听你咧讲的话，食力啦，敢毋是安？上帝嘛拢注意听你我咧祈求的声、哀求的声，吼。亲像阿根廷一个总统夫人，甲伊讲身躯无偌好，念伊翘的吼。伊还无翘的，以前就有一条歌，伊请阿根廷的人免为着伊祈求，毋免为着。我祈求，恁爱祈求啥物？
为着阿根廷全国祈求，毋免为着我祈求。我过去了后，阿根廷还阁存在。咱都爱为着即个存在来学乐来祈求。你我的生命咧嗷叫，咱拄则咧吟诗，上帝咧听。啊，上帝若要听咱讲，啊，咱有要听无？圣经有寡句事会当帮助你我来了解。旧约中间有一个人真出名，叫做以利亚。伊出名是安怎？伊含400个巴勒先知拼啦吼，一个人拼400个。啊，你嘛先知，啊，我嘛先知。啊，你讲你的先知安怎？啊，我的先知安怎？啊，你的上帝安怎？我的上帝安怎？拼了吼，伊赢。上帝心热落来，降火来烧伊的献祭。啊，遐400个哦，踮遐台湾的讲较土的讲摇把叉，啊，伊利亚佫甲笑讲，无啦，恁后了无上大声啦，佫较大声咧，吼安尼吼，啊，恁的心灵咧困啦吼。咱当时啊，基督徒嘛安尼，啊，我拄仔咧祈祷吼，啊，上帝拄仔咧休假咧，啊，我祈祷真久伊拢无听到安尼吼，毋是。上帝通过无相方法来甲你甲我提醒，伊休困静静，可能迄个时间也未到，伊要甲你恢复时间也未到，可能真细声，啊，咱感觉讲都爱大声，拄仔真有军歌，啊，以利亚哦，将这人杀了，什么人看到？迄个国王阿哈嘛看到咧，总伊却无相信上帝。伊阁去甲因某讲，因某怎啊甲伊利亚讲吼，明仔载吼，你的头若亲像遐人的头相像安尼啦吼，我宣看宣传，我毋知你若是伊利亚吼，你安怎？正常来讲毋是安尼啦，哦，正常来讲毋是安尼嘛。这400多后面咧救因的性命，啊，我求上帝，你降火，你既然降火落来，你即马要来甲我杀，我叫拜托上帝去降火。太假人，敢毋是安尼？应该若拄打了嘛吼，打了。我有即款能力啊！啊，上帝你讲话烧这物件，互我当杀死这人。好，即个阿合的因某吼，要叫人来杀，我拜托上帝哦，你去保护我，去互这人搁烧死倒啊，较着走。总是人抑阁是软弱。你会记着你我外强，到我是软弱。宣传啊，吼，宣传，吼，宣传。去秘一个洞内，中间咱有来慢讲。秘洞内安怎？耶和华甲讲，你是咧创啥物？哦，伊个唱秋呢？以色列人哦，先知拢互杀死了，敢若留我一个尔啦。咱拢常常讲，我真厉害，留我一个尔。圣经讲啊，无，还阁内面还足侪人诶吼。啊，然后有大风，壁佫会落落来。也圣经记载讲，耶和华无伫遐。过来地动，无啥，耶和华嘛无伫遐。过来呐，大火嘛无。后来讲圣经记载讲，轻个细声，轻个细声，以利亚通过轻个细声。重新起造伊的信心，所以咱毋通听到细声，就感觉哎，这人软弱无啥路用，吼，啊，这人吼，就是无才调、无能力，所以就爱细声，毋通安尼想。你甲上帝中间有当时也是轻去细声咧对你甲对我讲话，啊，咱若忽略的时阵，可能咱就真无彩。毋知影上帝果然伫遐。佮另外一个嘛真趣味，这个人就是撒母耳。咱知影撒母耳打开始的时阵，可能亲像我，亲像你。咱即摆毋是讲年岁，就是讲也未真正入捌上帝、入捌主耶稣的时阵，伊咧叫的声哦，你拢无啥咧甲主导啦。伊敢若捌啥物人？伊敢若捌以利尔。
咱常常就是咱的习惯，咱捌迄个人尔。咱无想讲上帝嘛通过迄个人，也是什么声咧甲咱讲话。所以圣经记载讲啊，讲3摆甲叫，伊拢去走去找伊哩，吼3摆。啊，即个先知哦有敏感度，伊讲我既然要甲你救，啊你搁来找我，安尼一定是上帝要甲你讲话。伊毋是安尼尔，搁教步呢，讲。你的萝卜静静咧听，家己都爱穿萝卜。摇花，你的萝卜静静咧听。你若袂当静静来好好听咧新个细声，你袂当来得到上帝帮助你我调整你我的生命。你我的生命都爱常常调整，调整了一定有进度。迄个进度无论多少，一定都爱有进度。若无进度，安尼就是无调整。譬如讲，你听圣歌咧唱歌，我毋知你听有感动啊无？你可能都爱慢慢学习，每一遍听诗班咧唱歌，听咱咧敬拜学了，你的心开始都爱有感动。若无感动，你都爱家己反省。我若感觉我无感动，我爱反省。我嘛是得爱学呢，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嘛足水吼，华语讲了无彻底啦吼，讲人活到老学到老，对不对吼？啊，台湾话安怎讲？啊？啊，你是咧甲我反映尔？台湾佫加一句，食甲死，学甲死。这是真正的，我即摆讲真正，这是台湾话呢。因为我有经过考试，你无嘛吼？嘿，啊，无法度吼，你无法度。不过实在是我有认真去听人咧讲，若无人讲，我嘛毋捌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无论到什么时阵，你我都爱继续学习。啊，你伫学习的中间，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一直丰盛。啊，丰盛毋是咧讲啊，我比你较后，毋是。是帮助讲啊！我报人知，亲像我学习的结果，学习的结果，佮复习的结果，安尼是我要报恁知。我讲这物件，毋是我家己发明出来。有一日可能我会发明个物件是安，因为我读圣经了，上帝亲个细声甲我讲，是我以前毋捌听到，有可能是安尼。总是无论怎样，你都爱常常去学习。别人咧做的物件，你开始慢学习了后，你佫会晓比较。即人做即个代志，即人做即样代志，迄个咧甲我讲啥物话？到底对一个较好？对我来讲，要做对一个较好？你若安尼慢慢分析，迄个轻佫细声，就来咧讲啊，你通做即样代志。上帝袂大声细声，甲咱话甲互咱会惊啦吼。拄亲像拄则咧讲。伊利亚，亲像暗时，即个囡仔咧困的时阵，人叫伊的名，人叫伊的名。啊，当然伊头啊毋捌上帝，也袂足清楚的时阵，伊就敢捌伊利尔，拢伊利咧叫伊的名。总是因为伊愈来愈知影上帝有愿会叫伊的名。我相信上帝有愿有当时。伫暗时静静的时阵，你若当安静，你会当听到上帝咧甲你讲话。有真侪人会当含上帝直接讲话吼，嘿，迄个讲话，哪亲像你前面咧敲电话相像。啊，其他的人讲我开始甲你讲遐个代志，我听拢无，敢家得敢咱闹念吼，啊，总是实在有人安尼。我有一个长老会晓赶鬼，啊，拢安尼含上帝讲话，伊无讲阮伫天灵的爸，啊，你若听着感足奇怪，总是拢叫咱阿爸安尼哦，真亲密啦。上帝是伊阿爸，哦，啊，咧讲话中安咧记到，吼安尼哦，安尼敢好，安尼吼，佫会讨论阵吼，嘿，啊，总是后来其他人敢讲做公影，若头一遍其人会感觉讲。这个人毋知是圣经是上是毋是，总是毋是后来伊讲了，
伊会甲在座人分享，通过分享，大家做伙祈祷，来帮助伫拄则所祈祷遐事项。恁兄弟姊妹，毋通忽略轻个细声。大声你也爱听，袂要紧，总是大声听了，我好当甲咱讲，嘛，这我知影吼。就是你以后耳孔会壮听，所以遐咧打摇滚音乐的人、大声说的人啊，到尾伊耳孔会愈歹，愈无法度通听人咧讲话，轻个细声无法度，伊干都爱红声啦，都爱大声，吼。总是若真正音乐大概毋是安尼咯，大声。就爱迄个空间足大，像高雄甲因咧广告啊，迄落遐，迄是足大空间，听的人袂受伤。迄着爱看空间啦，毋是讲袂使大声，毋是啊。你若看着欧洲遐迄个音乐厅吼，你会感觉欧洲人真正足享受。吼，我有当时啊营的时阵，足爱调遐影片起来听吼。啊，有一个牧师吼。逐日拢差不多拢摕10片的影片我听，其实我拢有当时啊看1、2个尔。我一遍若看10点钟，我一日拢免做工课啊。总是我有当时啊嘛，着爱找起来听部分。你若看到迄音乐厅4、5层啊大间，所以伊高雄我大声袂要紧啊。上帝会照你的形象，我的形象，用话甲你讲。有当时会大声，可能迄个环境需要安尼；有当时毋是，可能真侪时间拢是轻个细声。因为要我温柔，要我咧帮助你我嘛，请你我拢都爱温柔谦卑伫人的中间。结尾来讲，每一遍人到有耶和华的殿堂，亲像咱伫大桥即个殿堂敬拜。你毋知每一遍来的时阵，有甲前遍伫你的厝无相像啊无？还是甲昨无相像无？甚至搁较特别就是你今仔行入即个门，等一日要出去，有无相像啊无？还是拢相像？我著来听音乐会，拄则遐唱歌袂歹，啊听一个牧师咧讲人生的道理安尼吼。不过若是安尼嘛，还阁有无相像啦吼。所以有真侪人咧描写讲，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较聪明，是安那？因逐礼拜拢有一遍的在职训练啦。对因来讲啊，是在职训练啦。你基督徒在职训练嘛吼，来遮欣赏无相音乐，对不对？啊，听人生的道理，迄是因安尼讲。总是咱来敬拜，毋是？咱来敬拜有背面有这物件，通过这物件帮助你我的心愈来愈捌耶稣。愈捌上帝，啊，愈知影伊要怎样帮助你我，甲咱同行。对我来讲，我相信耶稣伫遮，伫咱的教会。因圣经讲啊，假若2、3个人同一样心，伊就伫迄个所在。啊，这毋是文字尔呢？你会当讲当作文字，啊，当然是不要紧啦，吼。亲像。我即马看起拄仔有3支12支啦吼，其实都有人咧讲吼，亲像习近平哦，讲伫教会中间哦，中间毋着12支吼，啊讲边仔讲搭因2个人的像啦吼，讲一个毛泽东啊，一个习近平安尼啦吼，啊一人啊讲安尼敢好，12支边仔迄2拢插安尼，会讲安尼毋免，安尼毋免，安尼毋免，啊圣经就是安真正安尼写啊。3支12支中间是耶稣，吼边仔是2个大叉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伊毋捌啦，伊感觉啊吊耶稣伫遐，我下面边仔个吊我啊嘛。你每一遍来礼拜时拢笑念我啊，总是人啊说明了伊毋敢，所以伫生命中间每一遍你来到教会，甚至你每一遍伫厝内咧读圣经，应该着甲还袂读以前有无相像，安尼你的生命会愈来愈丰盛。你捌主的中间，就愈来你的头前有上帝光照伫你的所在。上帝光照伫你的所在是啥？虽然弯曲崎岖坎坷，
甚至是死荫的山谷，你拢毋免惊，因为耶和华甲我同行，是我的牧者，引带我的脚步，嘛是你的牧者，引带恁的脚步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所以我拄则讲诗篇23篇吼，你着爱负责引来互我，啊，袂使干讲你教我安尼，会使先煞教我好安尼吼，啊我换我来找别项的物件，毋免找即个吼，即个，我毋茫讲，咱捌耶稣基督了后，你我得到医治，得赦免，得到宽容，咱嘛要用即款情形去宽容、赦免、帮助别人，咱可能袂当医治啦吼。啊，不过其实有当时也会哦吼。什物？伊咧心艰苦时，你甲伊讲话，互伊心轻松，这就是医治。吼咱毋知影迄个人心咧安怎艰苦什物，总是通过后来你甲伊祈祷，帮助伊来认捌上帝，互耶稣医治的手帮助伊。毋茫你我，诚做一个信徒是有愿望，互人有愿望的信徒。互人有耶稣基督的光照伫因中间的信徒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拄拄过活者了后，阮虽然用纪念的心来甲你同行，其实阮深知，你伫2000当前过活了后，你逐日甲阮同行。甚至阮暗时咧休困的时阵，你嘛伫遐眷顾阮；甚至阮做噩梦的时阵，你嘛还伫遐扶持阮。主，恳求你继续引带阮的脚步，阮无论做甚物，是为着主你来做。亲像阮的牧师吴牧师，为着即间教会所欠的钱财咧落咧拍拼的时阵。你互因若出入拢有平安，你互伊伫你面前，为着教会，为着上帝国所拍拼，你就加倍丰盛因。搁一遍感谢你，甲阮同在，保守阮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免。圣诗176首，听堂的神降临，请起立，吟全首。
准备心服。起立。接连奉献的宣告，我相信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享受之主权。而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在最丰盛的经济。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。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交托服务。主主按照你的信息甲能力，赐我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下面的时间，请咱兄弟姊妹讲到吼，为了咱教会这6项事项，事项就是领名做酒，甲刚刚服侍的卫生、青年关系，甲教会方法，咱宣告同意为领名做酒，咱教会新人的关怀的祈祷，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。听我的主给上帝，在阮的人生路途中，到处拢有主耶稣的脚印。阮感谢你，你保守阮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嘛求你圣神保守阮有灵命加天，在人生的使命中，会咱经历主，在服侍康会方面，会咱委身顺服甲智慧，嘛保守一个纯洁的信心，会当专注关系，会当为主你传福音，行甲跑走长的路，阮的教会复兴。阮的还款紧紧来完成，感谢主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这是。主是我来报告吼，下手的处分人员请家己注意来看。教会消息通知，本主日是感谢咱苏牧师来到咱本会正道，分享上帝的话语。郭牧师甲牧款同工前往德光教会，为咱教会建堂的募款来跑走头前的路，请咱关心大道。第二，咱拜六
4月2日，咱赞成遐因为离场已经个别礼拜已经顺利完成，请继续为遗族大岛关怀。第三，咱本会3楼已经采光照已经设备好吼，小组分配就是3楼阳台，秀珍小组是3楼，因为空间义务开放，请伫咧小组时讲话爱较音量较小咧。咱创新小组是家己原地内面底面，本月是最后一届举行小组长的动工会，咱小组今日暂停一组，请木工组组长甲按时与会。第四，咱大公教会有呈送一批迄个猪肉干，请咱兄弟甲1楼刷，甲1楼领处，领后爱登记讲咱已经有领过啊，一人1包，毋是1盒1包哦。后面的部分若有毋对，你请会计部甲更正。即时，咱来读这个金句，台语、华语读一遍。耶稣甲伊讲，因为你看见，我才信；这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因看见了，我才信；那没有看见的信就服了。”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今日无得到补充报告。这个，咱若要当会时吼，咱就较着听这个苏师来讲话讲道安尼吼。要看到伊个人吼，要时常看到伊个人吼。嘛，拄爱吼，这个咱吴牧师吼，有常常有机会吼，出去外口募款，才会当时常来伫咱中间吼。这出去募款，嘛拄爱教会国教会支持吼。照我所知啦，佫有几若间教会吼，有兴门去啦吼，但是拢无回应安尼啦。我毋知无回应是啥物意思安尼啦。包含这个啥苏牧师，伊咧礼拜教会东门教会吼，嘛目前还袂回应吼。希望这个苏牧师吼，会当照着伊影响咱啦吼，去东门教会吼，小可甲这小个人小可甲伊点醒一下安尼吼，讲个教会需要吼，斗相共一下安尼吼，都是苏牧师啦，我所甲伊讲的，我若甲伊讲的，我真系落笑脸。即看即段时间啊。伊无来，我的鼻头就加声遮济，哦，这有关系个啦。所以苏牧师希望你会当定下来，会当无偌久的中间吼，会当听到一个东门教会一个好消息咯，会当有咱去募款安尼啊。这个咱昨下知吼，咱有这个雇佣一个个别生活，就是杨明哲杨先生赞成遐吼。伊今年65岁呢，减我几若岁？我减我几若岁？我有一摆咧外口咧工话时，我讲，互恁遮个少年的吼，日子这佫种光彩，佫真灿烂哦，佫一个彩色的人生哦。无啊，即摆哦。即摆迄观察毋是咧点合人诶，但是好啊，讲即句话哦，袂说咧安慰我，是毋是安尼吼？所以哦，但是我是感觉吼，即个杨明哲吼，伊会知来吼，心情无介好啦安尼吼，因为我看伊吼，我若有听红彩心吼，心情无介好，我有甲安慰安尼吼，伊讲吼，这真正对恁来看起来上甘啦吼，因为今年65岁尔呢。安尼就去啊，但是吼，伊咧过往的是中间的过程，一个就去安尼，敢若无经过艰苦啦吼。伊安尼一个中风闹出来，倒入温床，就无起来安尼吼。这是嘛是大家吼，毋是讲会希望啦，大概是讲即款的死法吼，是上较轻松的啦吼，上较轻松的，所以杨姐，恁遮个子女吼，伊等爸爸遮个阿嫂已经去吼，恁过来生活，帮有轻松，来平安，
求上帝每一应许你每一工的日子，来教会未来教会生活，这是上界重要的啦吼。这个，搁一样代志吼，咱教会牧师吼是这个大公教会培养出来的牧师吼，所以大公教会吼时常会照顾咱。你看咱咧无可能中间，干那因个教会哦，一间教会哦，就甲咱差不多150万左右的。你看这无简单嘞，所以若有好的代志吼，嘛是会报咱知啦吼。伊即摆东部吼有一个名产吼，东部一个名产吼，来差不多千外份的即个因当地名产吼，这叫做啥呢？叫做用书猪肉干吼，这80份啦，互咱教会啦吼。这我先试食过啦吼，袂歹啦，真好食吼。我试食过啊，所以试食过哦，我感觉身体健康啦，才甲你保你知。试食过有问题，我到底袂甲你烦，我让你食。所以吼，恁等下要转去的时候，一个人吼会当摕一包吼，真正袂歹食。你食咧到地看会身体较勇哦，看会，食咧到地看会我的乌头毛管佫发出来袂安尼。这个感谢主啦吼，牧师恁两个牧师拢有啊，拢食一包呢。这个，我这是来介绍一个新朋友吼，伊叫做徐浩成吼，伊住咧大桥一家吼，230号之北吼。伊本地以前是凤山教的，咱请起立来互咱来拍因住伫请坐，因住伫大桥一间尔吼，这用行就到啊吼。是要运动者用行就到吼。就近的教会吼，较接吼，来亲近上帝较热来吼。希望咱每一礼拜拢会当看到你吼。上帝祝福你全年家。好，我补充报告到这，多谢。我补充报告吼，因为拄则黄顶在咧讲吼，其实有2项事，你也袂甲我讲以前吴牧师就甲我讲吼，不如半讲笑啦吼。较早罗仁贵牧师伫地时阵吼，伊讲苏牧师你对出事到这是拢东门教会会友去做牧师。总是拢无看到你来咧礼拜安尼啦吼，讲安尼笑就知影啥物意思啦吼。有一遍有若新人伊派我去当东教会务官安尼吼，我讲到了，伊拄仔对外口转来讲，你主任牧师甲我咧讲道无看到你来咧礼拜安尼啦，伊嘛作趣，伊讲我拄则咧讲道嘛无看到你来咧礼拜，因为嘛派别间啦吼，派别间，不过就是讲迄个吴牧师就是讲，我是东教会友，伊有敲过，有甲我讲过吼。牧师甲讲，伊较要找时间用看卖，我还袂去找吼，因为牧师要找嘛，做歹找，一礼拜吼6场个白色，逐日拢有安尼吼。你就知影讲，佫开会创啥？不过我会找时间。你今仔佫甲我讲一摆，我有若甲讲，毋定因牧师讲，因长老嘛佫讲安尼吼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，我讲爱含的分享就是。大公教会真正是咱爱学习的所在，因欢喜帮助人，你看因教会愈来愈福音。吼，圣经讲无对，互人会比甲人摕较福气。吼，你毋免安尼烦恼讲，我着袂使摕，莫安尼想吼，莫安尼想，就是教会互相相支援，因欢喜帮助真侪人。蔡牧师嘛是安尼吼，因两个母拢真欢喜帮助人。通过帮助人中间，上帝甲因祝福，毋是要互因享受，嘛是互因去帮助别人。这是咱的教会当学，吼，会当学。你讲德光教会，德光教会是东门教会聚会啦，吼。德光教会有一站，因牧师嘛4过中到东，嘛是咧起教会嘛，吼，因定期起新的教会。上帝嘛甲因帮助，因即马安然自在。我捌拄着伊讲，伊去甲因无关。总是人嘛走来因教会无款，迄阵我欠钱的时阵哦，因嘛是欢喜帮助遐个教会，吼，这是咱爱学的物件啦吼，所以我一定爱补充报告这2项吼，出来才去教你哈。谢谢
上游，姓施389首，而上帝至高至尊，请起立，引传首，引经说，请从我所感祝祷。创造阮生命的主上帝，阮伫你面前就感谢你，通过互阮认捌你，你赏赐阮无常的看见，来互阮的生命成长，来互阮的生命丰盛，为着要互较侪人会当认捌你，总是阮即时嘛常时恳求你的扶持安慰，伫苦痛伫因的家庭的中间。你既然调伊的灵魂倒转去，你照你适当的时间，总是阮确信，你要照你的丰盛来丰盛这个家庭，你要家己用你的安慰来成做扶持因的生命，因整个家庭未来的日子，互比以前更较有你的看见伫迄个所在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嘛感谢你，你为着阮担当这艰难。你受鞭炮，阮得到医治，得到医好，得到鼓励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有缘成做安尼，伫艰难中间有缘会当帮助人、鼓励人，要成做阮恢复体力、活命勇气。阮搁一遍恳求智慧的神伫阮中间，赏赐阮的兄弟姊妹拢有智慧，特别互吴牧师伫即个所在牧会，互伊的智慧对你来。伊就要分享上帝智慧伫人的中间，互因继续伫成长改变的中间，来看伫上帝的阳光，果然照伫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路径。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你真实的平安、丰盛的喜乐、永远的疼痛，赏赐恁以及恁家庭的大小，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